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这个中国真有名的连锁的火锅店叫做海底捞。进前红亚料讲会甲监视器的影像传转去中国，这是引发着外界的质疑，讲这会侵害着个人的资料。即摆咱的立法院是毋是变做海底捞的翻版咯？讲这个立法院开1400万，甲安全监控系统全部来换新。这个民进党团办公室的头前并无来安这个监视器，但是却是有2支的监视器向准着国民党团办公室的门口，这是引发着国民党立委强烈的反弹。讲这新的监视器有录音、有录影、有人面辨识、有远端监控的功能，因来痛骂着执政党绿色的恐怖，监控着在野党。立法院来回应讲，这个新的监视器只有录影的功能，并无人面的辨识。我们马上拆支下来，我们请专家来看。立法院国民党团的助理一透早和立法院人员争论，因为国会改变安全监控系统，民进党团办公室门口靠无监视器，不过民众党和国民党团的办公室拢有。为什么台湾现在变成了警察的国家？民进党曾几何时做那么下三滥的事情？只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做政治侦防，不要有那种被害妄想症啦，这种过去的那种独裁啦，控制人民思想啦，用白色恐怖来威吓人民，那个是国民党以前在做的事情。连夜立委算立法院开超过1400万元安全监控系统，新的监视器连包装拢要袂拆。民众党团嘛讲时间进前无先沟通，反而变做政治争锋。那也嘛讲新的监视器会使录音录影等。认为未来伫走廊讨论代志，拢有可能红头听。确定是93年就是这样的状态，那我们现在只是把它更新啦。厂商说有因缘线，但是我们在要求装设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绝对不会让它有录影，就是我们只有影像，绝对不会有声音跟脸部辨识。这个是我们很明确的，这个就是有要求厂商要这样做。立法院强调，当来了解是安怎民进党团的办公室头前无装监视器，嘛同意那样甲党团办公室头前的监视器拆掉的要求。只要签设计书，未来立法院无法度提供录影带，必须要自行负责。